这个立法院正式来开议咯，马上要处理的就是审查司法院的人事动议权。民众党今仔日针对司法院正副院长甲大法官的提名人提出着问卷调查，列出14个题目，爱国提名人详细来回应。黄国昌讲，人事的审查就看回答的诚意。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嘛呼吁大法官无应该守护特定的意识形态。那执政党的立委是呛讲，在野党安尼做，只是为着要瘫痪宪法法庭。那既然要有理有据的话，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问卷调查表，我们针对司法院院长、副院长提出14问。路长列出14题，司法改革施行准会，民众党团爱大法官的提名人好好来回应。被提名当大法官，那就请你必须要回复你自己对于司法改革的看法。而这一次被提名的司法院大法官里面有非常多过去自己就参与了民间监督大法官联盟。人事审查敢要同意，就要看伊回答的诚意。党团呼吁互提名的人唔通凊彩，毕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正才公开回应，大法官绝对袂当守护特定的意识形态。想要摕到关键百姓的同意，定着爱搁较拍拼。对这些具有争议性的大法官，或者不具专业性的大法官，党派色彩浓厚的大法官，我们都不会予以审查通过。不要再剑指大法官，只是为了挟怨报复，只是为了要来瘫痪宪法法庭。立院呼吁千万唔通为反对来反对，增加对立。不过在野阵营成为年度总预算来下手，后一步才搁摕人事案开刀。新会期才刚开始，就搁在完备停。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